乌虽然不是丹纳斯风台定立的所在，也毋过嘛扫到17级的强阵风，这毋若铁片四个乌白飞，招牌嘛拉甲满世界，甚至有低调的大门被吹甲拢变形。 路边的铁轨里啊，东倒西歪，甚至飞伫咧天顶，险啊去击到人的车。边啊店家看板，别拢飞到大路，经过驾驶心惊胆吓。若一闪铁片看板，买闪倒去的手法，实在是真可怕。丰台丹纳斯昨暝要晚12点，伫咧家己布地登陆台湾，和西半部的关节带来大风雨。根据气象所资料，云林关节着上强的风速，伫咧云林口湖17级的阵风，嘛因为风真透，倒回方向拢变反向的，民众驶车伫咧路的视线拢变甲真模糊。 经过丰台一暝之内，靠湖乡的产业道路规个路场场，沿路拢是长期树起，在地市地农民惊甲规暝拢袂困的，因为低调的大门受到强风的影响，吹到规个拢变形，倒伫咧路边的水底下。乙午车站就是隔壁车那边有车到17级以上哦。一开始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强烈的风势，不要吓死，世界末日的感觉。 世界末日的感觉啊！哦，加在无传出伤亡的结果，即马敢若希望丰台警加早，才有法度好好变动环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